喂，稀有小精靈啊！邊度啊？咧，楊冪啊，佢居然現身銅鑼灣，仲唔收服佢？阿姐姐啊，你行開啲啦！哎，喂，咦，喂，你遮住晒啊！又走啦！究竟我小智幾時先可以出人頭地啊？精靈尚未收服，同志仍需努力。努力有鬼用咩？星期一朝頭早8點半未到，我哋已經喺幼稚園門口等咗稀有小精靈好耐噶啦。又見到佢啦！阿校長又親自出嚟掩護佢啦，諗住捉唔到大都捉個細啦。佢阿媽用個身體遮實阿小糯米，捉唔到楊冪啊，諗住捉同樣係家長嘅薛家麟父子，點知佢哋又好似有特權咁，唔使探熱就衝入學校，真係難為老師啊！一早揾麻鷹捉雞仔，好彩進化咗嘅楊冪10點3到，同阿劉伯友一齊蒲頭。我一有空就會回來送他上學。哦，你現在沒有工作？暫時我都會在香港。哦，我之前也都一直在香港。係喎，咁你老公呢？他在工作。哦，他是準備就在他在大陸工作。喺大陸，但同日下晝有傳媒影到劉生湊女去街噃。哇，劉生玩即日來回咁扯啊！講下小糯米放學添。嗱，小糯米今次有樣睇㗎，但基於私人理由呢，我哋都要俾馬賽克嘅。但係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小糯米就好似老豆嘅個樣。阿楊冪抱住阿女都冇扭計，唔似之前報道咁講，劉氏兩公婆掛住做嘢，留低小糯米俾阿爺阿嫲湊，唔理阿女。又話佢哋結婚2年幾，婚姻亮起紅燈。日前仲有雜誌話小糯米幼兒班畢業，劉愷威同楊冪都冇影。不過人哋阿媽都話啦，小糯米都未上幼稚園，都唔明點解會有幼稚園畢業典禮呢個講法。你哋呢班火箭兵團又係嘅，成日話人唔理個女，我小智實撐你啊！蘋果 App 新功能，一週刊搜羅全城獨家猛料，深入追訪，有片有真相。